后来，过来是民进党的立委沈碧荣，最近国民党的电影一直甲攻击，讲伊伫咧美国有帮伞。鲍坤基更加批评讲，沈碧荣甲美国摕4000多万的赞助是美国间谍。沈碧荣回击讲，这鲍坤基是造谣王，讲若会当找到伊伫咧美国有帮地产的证据，伊就辞职；啊，若找无证据，就话鲍坤基爱来辞职。明明是问政说明，立法院国民党团总召鲍坤基说来给民进党立委沈碧荣帮衬的证据，指控对方提千挂万国挂租金做美国失败。今天沈伯洋应该要讲清楚，拿了国外资金4800多亿做4800多万做了什么事情？赖总统。请民进党赶快知情，说我是美国的间谍，说我有美国的房产，全部都不是事实。我唯一的在台湾的不动产是我阿公的灵骨塔而已。所以呢，我还是要再说一次，如果能够找到我在台湾或美国的房产，我一定会辞职。但倒过来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提不出证据来的话，请傅昆萁总召你就辞职。直接提立委维小处，沈碧荣未无证据，嘛有查证等等。不过工厂活动，还有退休的老师嘛听袂出，当大家面大声发强会，后续鲍坤基甲现场的支持者暗示对方是民进党夹机军内。沈碧荣伫咧面册未留言的支持者，拢是来自东南亚。这期鲍坤基则是正经受到国外网军的欢迎。你继续下去，我每天就带着这一张在立法院走来走去，我会来计算你造谣的天数。民进党内到底有多少外国间谍，要跟国人讲清楚，而不是一味的把所有的在野党先抹黑成中共的同路人。跟你的意见不一样的就是中共同路人。先是帮衬的证据，佮指控网军乌白先灰喷嘴烂之前继续搬演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